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第9节到第10节，17节到第18节，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2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善待同工。出埃及记的故事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埃及的新法老王，他已经不认识约瑟了，因为事隔了将近差不多400年左右。要不是这一位法老王不太在乎历史，否则的在埃及曾经发生过这么大、这么重大饥饿、饥荒的事件，这么伟大的宰相，在埃及的历史当中应该有他应有的地位。或者是这一位法老王，他故意的忽略了外邦的约瑟以及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地位，他只有从经济考量，担心军事的危机，因而就下令要虐待、要屠杀以色列的婴孩，即便是把以色列人当成奴工，也不需要屠杀。这样的情形如同不久之前在犹太地所发生的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掳掠杀害至少有1400人，并且有200多人被掳。一个不知道要善待自己的工人的国王，将会为他的国家带来灾难。这是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第2章所记载以色列在埃及的一个生命的转捩点。我们看到上帝他以非常奇妙的方式，让法老王为上帝、为以色列人养育了一个法老王自己的敌人的领袖。圣经记载，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和他同族的一个女子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他看见这婴孩那么的俊美，就把他藏了3个月。到他实在隐藏不了这个孩子，就拿蒲草编了一个篮子，涂上防水的沥青和柏油，把孩子放在篮子里，然后把篮子藏在河的芦苇丛边。这孩子的姐姐远远地站着，要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国王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她的宫女们在河边散步。突然她看见芦苇丛中有一个篮子，就叫侍候的宫女去拿来。公主打开篮子，看见一个男婴在哭，就身心爱怜，说这一定是希伯来人的婴孩。那时候婴孩的姐姐走出来，对公主说，请问要不要我去找一个希伯来女人做她的奶妈？公主说好啊。那女孩子就去叫婴儿的母亲来。公主对那女人说，把这婴儿带去，替我养他，我会给你工钱。于是那女人把婴儿接回去抚养。这孩子长大后，母亲把他带到公主的面前，公主正式收养他做自己的儿子。
他说：“我从水里把这孩子拉上来，就叫他摩西吧。”摩西的名字就是上帝透过法老王的女儿所留下的最佳的一个历史线索，因为摩西就是我从水里把他拉上来的意思。他成为了上帝奇妙作为最佳的记录，因为在当时跟摩西同年龄的男婴孩都被法老王下令杀死了。然而上帝不但让摩西得以存活，更让他在最优渥的环境皇宫中长大。不但如此，也借着埃及的军事训练、知识的训练来预备将来摩西的领导能力。法老王他虐待奴工的事件，我们转来看基督徒教会应当如何对待教会的同工。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书信里面呢，他这样提到：弟兄姐妹们，我们求你们要尊重那些在你们当中辛劳工作，那些主所选召来劝勉你们的人。为了他们的工作，你们应该用最大的敬意和爱心对待他们。你们自己也要和睦相处。弟兄姐妹们，我们劝你们要警告懒惰的人，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耐心等待每一个人，要谨慎，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要常常彼此关心，为别人的好处着想，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基督徒教会应该以最大的敬意来尊重那一些在教会或是我们兄姐自己的公司里面辛劳工作的人们。特别保罗他提到的那一些受呼召来劝诫你们的，当然这还是有某个程度的要求，就是那一些辛劳工作或者是忠心的主仆，要敬重他们，要以爱心来对待他们，要愿意听他们的劝诫及鼓励。不但如此，更要谨慎的以爱相待，要常常想到别人的好处，常常喜乐，经常的祷告，凡事感谢，无论在任何的状况下，因为这是上帝给受呼召的基督徒所定下的一个旨意。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上帝啊，求你不要静默，上帝啊，求你不要闭口无言。看吧，你的仇敌在反叛，恨你的人在造反，他们阴谋敌对你的子民，他们要陷害你所保护的人。他们说：来吧，把他们的国家消灭了，让以色列的名字永远被遗忘。第9节到第10节，求你对付他们，像对付米甸人一样，像在基顺河畔对付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你在隐多尔消灭他们，他们的尸体在野地腐烂。17节到18节，
愿他们永远失败惊惶，愿他们在耻辱中死亡，愿他们知道唯有你是上主，你是全地的至高主宰。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懂得感谢，也要常常喜乐，也要以主的爱彼此相待，互相尊重，一同在教会里同心合意的服侍，尊重教会的同工，彼此相爱，互相体恤，叫所有爱上帝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益处。我们也继续为于杰来祷告，求主你继续的看顾保守，赐下医治。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